好，刚刚那些所有失误什么的我都不管了，谁在那边走路，谁自己很清楚。他们现在教练不在场上了，嘉文，他们教练现在不在，全队就像无头苍蝇一样，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哦。我们重点就是要快，行吗？前辈，加油！定人定好啊！嘉文，你手哪里？切好啊，嘉文！你在干什么？发呆吗？比赛本来就很多的状况，我冇办法评到运球、传球得篮的啊，我冇办法让人家天数丰数啊。我相信人家嘅吹油，哪有啲呀么，都冇查。重点是人家像我一样冇，秀像冇，秀像冇，像冇，上像冇。上！错啊！打球做嘛面出出，小明明唔系当好，系冇？碧珍，你等下打控球。好。从方唔亲有经验嘛，记住嘅后卫听唔懂。其他人多照位当人哦。好，教练，今日我记到最后一道怎做的啊？唔用的，做到按慢。好，来。我记得哦，那一生日做個清正確嘅決定，就係加俾人哋企出來嘅1分鐘，你要加油哦！好！內向，支持啦！接下來就係人哋嘅事情啦。因為每1分鐘、每1秒鐘都係為嘅勇士決定打甲組嘅刺架企出來，目標飛哦，點啊？點！贴好哦。嘉文，你最好给我脑袋清楚一点。好辛苦啊，打球好辛苦哦。各位班长，加油！卡住！哦，來，練下呢。你講。睇下好球，還有勝利分，還有機會，等下強用。怎麼看他打那是什麼球？人家換一個人你就不會打是不是？換一個位置你不會打是不是？搞什麼東西啊？學姐不帶你就不會打球了是不是？還說什麼要帶大家重返8強？你們想要輸給乙組球隊是不是？不想要贏是不是？想要輸嗎？不想，不想，我要贏！你要贏，你要贏就給我拿出一個要贏的樣子，拿出你們應該有的樣子。操，球員呢？好，來。內向，加油！加油！大家加油！我唔記得教練係點樣俾新呢條。內向，加油！加油啊！
那个空位是得分底，对不对？我看他传球赌很大。你刚刚干嘛那么冲动？裁判嘛，跟他用讲的不就好了吗？哎，你这臭脾气啊，真是改都改不掉。不过还好你不在场上，要是你在，惨了，可能输更多。拜托，我才看刚刚觉得很眼熟嘞，好像某人以前也这样做过啊，哈。我看到你带的球员不怎么样，我就放心了。唉，他们不怎么样，才显得出教练的厉害啊。不过说真的，那个空位这样打不行的，太拼了，到第4节就垮了。哎呀，不用担心啦，他们跟我小时候一样，被操的要死，体力好得很。OK 啦。站好，稳好。哎，比赛打成这个样子，你也不要抱太大希望啊。不过一定要想办法给那个小子一点教训啊！我真的要回去做饭给学生吃了。加油！传好，传好，看。记得好这阵运动球，安尼哈尼爸的眼做会大空球无？嘿，没咧唔见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全部在干什么？传好，传好。快啊！哎，放松就好了，放松就好。我可以，我还可以。最后悔了。罗碧晨，你先歇困啊，差6分钟呢，先老困困笨笨爱。我唔是歇困啊，下面唔理阿飞，唔像人家教练，教练听我相信人家球员。错啊，清明一节，俺犯规动作，记条听做尾数都很看量。错，俺唔是讲，还讲多讲法对冇？大家风水老球传本来，我输动用呢。教练，俺我牛打。好，等下强打半条，不过机会都传本内线，本记条慢奶少，少本死。俺都伫个啦，教练，你先歇困，我本来等踢球哦。来嘿，加油！后面啊！嘉文，你在。看好啊！站好。出来！你每发在1秒钟，我们就40分，几个人从你面前过去了？有没有在看啊？有没有在看啊？贴好，贴好，不要拉掉。对了。
事情啊？大好清后嘞，哎，无叫啦。迄阵教练唔对哦，俺若做教练，你来负责带领洋球。那没问题诶。是嘞。一强。等一下打空用诶。哦，那我们防守要做好，剩2分半，还差1分，所有东西都要做好，出手慢一点，站稳，好不好？卡好，好，卡好卡好。最后一球。再拿一个。卡 V 哦。稳住！好，打传。好球！快点！稳下来，拿好。第二轮那个时节，佚佗会玩，输班会不用轻松。你敢没有人来郑州迄牙喙有款？你敢没有想过你球场方面做在是应该？阿云，迄讲，毋过无挨一摆，两球下重要，也迄强下重要。挨摆老人讲，老人强下两球，迄世界真重要嘅事情。代挑战高中甲级篮球联赛，南向高中比今晡日写下吹死新的纪录，全吹伫体育场统妙集团，打主蔡球员点入了改变输赢的3分球，大洋实力挺强的新北五高，过后用64比57、71比61大洋的西竹高中3演高双。来到了吹死体育班5支组的甲级12强。哎，天天在行啊！教练，今晡日行我走嘛？陈一强，按好走哦。
无啦。教练 M 唱给听听哦。哎，恭喜大家加入新一强。哎，第二面咧，乜嘅事情都唔使做，吼，放射搞，放射了，吼，好好享受。转去过后咧，啤酒爱叫起来。哎，教练，唱赢你哦。我要他转去啊。拜拜。哎，莫走莫走，听听的哈，也没亲真掉诶，对，没啊，这打烊了，唔免爱加加好哦。都是啊，这很爱看含你食其他咯，嗯。罗爸爸，你好。所以还是可以拿到大学的文凭吧？会的，我们会安排在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，时数由我们负责。在大学期间，月薪9万。如果佩珍表现得好的话，提早进职业队，月薪有机会可以到15万。这些我都知道了，我只是怕他打职业会很辛苦。罗爸爸，你不用担心，佩恩在台湾高中生里面已经是表现最前面的，我相信他到我们那边打球也会表现得很好的。你用的啦？我的 IG 队长来应，好点点要增加了1000人上呢。真劲诶！台湾要下，唔看。很正经讲，迄篮球教出好嘞啦，唔系我整形吧台模样诶。好，来啊！来啊！啊，上个木马街。好子，阮感情啦，来上爱谈教练嘅爱情故事。老马人啊，打篮球啊。哦，教练挑是转退哦。教练，你有冇开始打篮球啊？这世界，那是天刚水的，
后来好到有篮球吹咧，因为我啊，少体脚啦，无生意就照去篮球吹咧啊！本来想讲吼，好到天天啊，过钟就无一个打咧，结果，你若有继续打的喏。唉，因为哦，我在强咧。然后唔对我讲哦，真唔系咧，因为国中篮球队有一个教练上到董事本，古宋两妹啊，佢就继续打咧，都认真练，还天天跟教练到高中继续打球啊！教练，其實教練上到乜咁樣嘅，還有咧教麼？要命麼？教练，其他乜解 V 嘅？哎呀，佢上嘅一萬人啦！只嘅衰嘅時節啊，叫嚟看唔到哦。啊，唔要正經哈，使包太閒哈，冇難度。正經。俊啊，做嘛？啊，唔知㗎，我嚟講啊。我有唔講，老太太講哦。啊，清晰啊！好呀，哎，哎，衰了啊！減點啊！我高鐵要。教練，他們公聽呢，教練。好呀。教練。冇事情。過來慢慢。本來。來。難得嘅機會，真心話也係太冒險啊！當然係真心話啊！好子，來老實講哦。有中意嘅你嘛？講好嘅冇，好叫。冇啦，哦，那有可能冇啊？就真嘅冇啊。係講冇，知咪下批准愛超心。批准，你 OK 冇？太監 OK，愛超 OK 啊？批准都講 OK 了。吉米哈，行啦，行啦。哎呦媽，跟男人暗串的，哇！叫你行行。批准。雪退嘛。唔敢做的老爱叫我去偏瘦。
爱巧云，好嘞嘛。还忙啦？学你拄哦。嘿啦！那个有，妈呀！中奖喽！懂赞。哎呦！老皮子，乏啦。哦。唔敢下地看嘛该？神呢？动工呢？唔敢伫咸当轻功给了，系嘛该？东片给了，按到东风之珠，就是木神。挨老多轻功的技术，迄袂起神。唔系啦，佮永久都唔会改变方向嘅神呢。古所调摆嘅人，都会意思背起神，来确定向前行嘅方向。嘿哦，个唔敢有自家袂起神。有一件事情，就是金钱嘅事情，真应当歹势。不过好等用唔将做地大年一衰。哎呦，迄会用长大大意思啊？我是讲初上嘅事情。阮做迄唔带松松创，俺妹唔会主动啊。唔做事情，真人都无啲个休狗呢，真是啊！迄讲真人一生只有一次的话，该安尼叫嘛该？错，一生只有一次，真是啊！赶紧走。你有唔过睡一下？安子谁？老枪，
带人行到亚比。教练，唉，老硬也才教练比，伊着还较上心呢。无啦，教练，唔係我打球到一下，遇到真好嘅教練咧。唔是安尼讲法诶，拢奇怪诶。教練，大洋用品好。唔讲呢？这个世界上，有人希望奇迹发生，有人祈祷奇迹发生，而剩下的人让奇迹发生。Michael Jordan， 咱相信，但唱着上富声音、无大名的球吹。不过压力唔是太大，人老妹，我希望欢欢喜喜。教練，总讲一句，打球快乐就好了，好。都是要的嘛？要嘞。爱是强招吗？我要教練，哎，不要。强招。哎呦，臭朋友啦，青铜人就好讲咧，高中是臭到黏黏啦。哦，我长弟啊，有按东人咯，就有在看比赛啦。也对啊，都是上轻松的呢。注意，趁坐遐位，坐遐位啊！去行，他坐来，也是刘先生写的。神蒙太假按大兵，本人一扎西向着出条铁抛出。什么？条洞腔南向自宫，张妈妈。注意，天公真有顺啊！我由天师台要来访问呢，大家跳南模啊、散步啊，要整理好啊！一定重要的是，你对，要讲啦，讲啦，你嘛，讲底啦。赚来了。耶！我放老友啊，今年你共当然呢，夹出来看。
阿爸强哈。唔先去，唔先去。老友啊，原本嘅你講當然呢？唔看，天早係媽媽慢慢嘅手掌機嘅笑容，天二早係阿爸，第三早係我。動物面動處，第四早係我。唔看，就從根本唔強用，慢念。老友啊，我會家家好起來。再個四早，唔係，唔咋呢？佢用慢念嘅時間，然後去洗其他咧，都是我想去糖動太上hen，老皮子愛愛，老皮子愛愛3分球，哎呦，有看到嗎？皮珍，你唔來一下，阿爸有事情我要老人講。好。等下張來看。阿爸，唔認為咧，對家下怪怪呢。皮珍，唔對教練操4個球員，唔講啲，期待復光嘅時節。佢嘅用時代復光，飛到連8，單日都練到半夜12點。清明留一個按到誠意嘅球員操4咧。又係乜人本嘅？也就拄迄誠意媽媽寄來嘅資料。佢講計用時教練老學教，向下講法了，含被課上嘅失智通藥。佢當強唔對一擺又本人犧牲體，特別來見講來。教練唔係亞種人，你莫通一早上分亂講啊！好，佢阿爸問，佢係唔係本阿雲失智通藥？佢係阿雲刺家件事，係阿雲刺家上去上床誒。唔對教練係唔係冇主動嘅？還有唔知佢衰叫究竟嘅時間，佢係唔係含本上床？係愛刺家愛上床誒。唔非得挨問題就好咧，佢係唔係含愛唔上床？佢冇，係愛刺家上去上床誒。我冇想講講。你自己好好想清楚。阿爸搶出你要怎麼嘢咧？我希望唔退出，莫個打籃球咧。冇可能。乜嘅冇可能？我辛辛苦苦留唔到後台，唔係本記條糟蹋嘅。皮珍。我先生，
我代表学校跟你郑重的道歉。我还是希望佩珍可以回来打球。那我先告辞了。赔偿金的部分，我会再跟学校讨论。你们辛苦了。为什么只有你来？高云呢？佩珍，佩珍，没有人故意要让玉安受伤。高云明是故意的，现在都看到了，学校偏有暴力学生啊！那是个意外。复赛快开始了，玉安的情况有好转之后，我希望你可以尽快归队。罗先生，你一定要考虑清楚，佩珍练球练这么久了，这个时候真的不要意气用事。玉安的情况，我也会一起帮忙。佩珍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小孩，非常有发展性。我会推荐他直接上我们大学部，学杂费全免，他将来一定可以上大队，而且一定打得到球。请你离开。我是不会让我女儿回你球队上打球的。我辛辛苦苦拉拔他们两个长大，不是让你来糟蹋的。南向高中首次挑战甲组，竟然就闯进了预赛，不知道教练这边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教法？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加强体能的部分，是希望他们在场上能够有体力去做好每一次的防守，去增强每个篮板，这样我们得分的机会自然就会出来。但我听说范江教练是以前传统强队和光高中的教练，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回到乡下教书？主要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乡下到城市打球的。有机会能够回到家乡服务，自然就回来了。这题我来回答哈。其实范江教练呢，他一直都非常想要回来带，那就是很单纯的，因为今年我们学校有比较多的资源，所以我们才做了这样子的决定。但范江教练这边是，好，那没关系，您再问我可以回答。没关系，应该差不多了。这样子好了，主任你帮我们，我们想要拍个大合照。哦，没有问题了。可以，没关系，我想再问。我现在在忙，晚一点回电。来，大家来翕相啊！来。教练。你好。我翕相嘞。好啊，那就帮我站近一点，好，靠近一点。那教练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第一排蹲低一点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好哦，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大合照。有没有什么手势？1、2、3，耶！4、5、6，赞！7、8、9，爱心。好，很可爱，谢谢。那我想要范江教练跟一个同学，罗佩珍同学好了，我们教练跟同学，我们来一张单独照。罗佩珍呐，罗佩珍。好，谢谢哦。主任我们先不用，我们就先教练跟同学就好了。好，我们靠近一点，好，搭个肩好了，这样子感觉比较像教练跟你是你的爱将嘛，对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比个赞好不好？好，很棒，好，谢谢，那谢谢教练，好，谢谢总。好，那好，我们再拍一下，好，我们同学们一起再拍一下。哎呀，低点。教练。你好。
我爸朋友嘅生日，没打过火工，命有红多诚意，唔知教练有带过几毛？哦，先一点去啊。阿爸有呢嘞，做嘛个来肚子啊？云飘在天上，我爱叶子的熊，它那个熊爱会变动拥抱，会变动拥抱，是埋藏我的向往，还是一如往常？轻一些，轻一些，不要那么用力指责我真实着，不要堕落。若对未来没有想法，是不是就安然无恙？也浪费兄妹莫共用，浪费兄妹莫共用。慢慢慢慢向右岸闭上，胸儿周围含有动动脉搏来出发。你是谁爱掉的一眼风，百里千堂或暖暖暖。我不可能永远待在安全的地方，我需要碰撞，需要自己爆炸。